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372例本土病例，到前当下有177例，增加12个死亡案例。新北市土城养护中心有时段喂着病，25个人快筛阳性。文化大学宿舍有4个学生喂着病，也展开全面的快筛。中国江苏出现全球头一个有民众喂着禽流感的病毒，广东的新冠疫情嘛愈传愈严重。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372例本土病例，到前当下有177例，增加12个死亡的案例。国内嘛出现头一个注 AZ 疫苗引起血管卡掉的案例。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有那个回归的个案177，好177例，好那372例的本土确定病例，总共是有549例。那其中包含12例，12例死亡。新北市314例最多，好，现在台北市152例，桃园28例，基隆市18例。苗栗县12例，彰化县10例，高雄市5例，台中县4例，台中市3例，新竹县、台南市各2例。好，那新竹市、南投县、花莲县各1例。仁爱医院的急诊室有一位通缉犯，他也是一个确诊者。医院的处置完之后，那他趁机来逃离。今天的1点半，在他的住处的地方把他寻获也逮捕。符合国际上对于这个疫苗引起血栓病、血小板低下症候群的病例定义，那研判是我国首例跟疫苗相关的个案。接种 AZ 疫苗28天里面，如果出现严重的持续性头痛、视力改变、癫痫严重且持续腹痛超过24小时以上，严重胸痛或呼吸困难，下肢肿胀或疼痛，皮肤出现自发性出血等淤青、紫斑等症状，都应该尽速就医，并告知。前2天，台湾的疫情看起来有较缓和的趋势，真侪人都在讨论讲6月14敢会当来解除3级警戒。无想到讲今仔本土病例又搁增加袂少，毛医师是认为讲，若是解除3级警戒，民众的防疫一定会放冷。另外，毛专家建议讲，会使考虑引进国外疫苗，直接来台湾生产。台湾本土疫情还搁伫传，全台湾实施3级警戒了后，上北疫情好亲像有较缓和。外界伫关心14是毋是当解除3级警戒，降回2级。不过医师无乐观，提醒社区已经有病毒啊，包括公司行号、银行、市场，4家拢是关注点。若做伤早降级，民众放松，惊引起另外一波更较严重疫情。那真正会造成大量感染的，常常是工作人员移动的时候把这个病毒一个一个带过去的。当然，养护中心呢，如果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面有一个感染呢，那可能咳嗽什么打喷嚏的时候，把病毒散播到空气中去。台北嘅新北少年线有出现养护机构群聚感染，医师表示，居民是属有高风险族群，为了防止这个流行，目前应该为工作人员防疫措施来做起。前疾管局长苏叶仁认为，疫情未来会走向流感化，防疫的重点也是减少重症甲死亡。解决的方式是注疫苗，不过台湾目前因为疫苗无够，对这代志有专家建议引进国外疫苗来台湾生产。利用各种的像大型的集会场所等等这些，或者是像开车得来速这样子去，快速的接种疫苗，台湾也可以去考虑去，征召所有的医师，包括基层医疗诊所的医师。但秀熙也分析。全球病毒变异演化，发现最近因为印度株的出现，致使着疫情搁变较严重。印度株伫亚洲占24%，提醒政府应该提早做好准备，防止印度株侵袭。李炳英是表示，无论国外国产的疫苗，拢爱有计划，是毋是来注第3剂，增加对变异株的保护力，还是利用变异株做新疫苗，目前也无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土城一间养护中心传出烧毁事件，新北市卫生局是指出，有一位80多岁时代发烧 ，PCR 检测是阳性，以来所有的人嘛赶紧来体检哦，有25个人快筛是阳性，中心已经拢达人先散出去清洁来消毒。市长侯友宜嘛要求讲，新北市的长照机构相关的34000个人爱全面体检，找出确诊者，未来嘛爱先注疫苗。
初一暗时，土城某一间养护中心的门口，救护车是来去去，规分所穿防护衫的人员嘛出入。附近的民众是看了感觉真惊，因为内底哪像发生群组感染。新北市卫生局早起证实，5月28日，一个80多岁的坐伙人发烧送病院 ，PCR 核酸检测是阳性，所以住院治疗。现在院内有34个住民，也有11个工作人员做快速体检，有20个住民，也有5个工作人员。快速体检的结果是阳性，目前虽启动清空计划。更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要求所有照顾者，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筛检，让照顾者是不是有隐藏性的确诊，我们赶快把它找出来。在疫苗进来的时候，我也呼吁中央一定在施打的社区里面，注射型的长照机构，一定是照顾者跟被照顾者都要优先来施打。新北市长照机构的照顾者，还有防照顾的人，加起来拢总有34000人。市长侯友宜认为讲，防照顾的人，现在因为慢性病的关系，都爱病院甲厝里两边伫往回，较会甲感染源为外口带入来。伊嘛要求爱甲这34000人连名册，专门做体检，找出阳性的个案，而且这个人未来嘛优先做疫苗。医师周碧谦认为讲，长照机构一直是这波疫情内底上界无防注重的一部分。他们有多重共病，而且他们基本上也呼吸道结构也会有问题之外，最重要一点，他们年龄都过大，所以这些长照机构里面，他们不一定能够有机会都是有完全合格的医护人员来做照护，所以在对相对的一些感染的一些保护上，或是自身的照顾上都有问题的情况下，它势必会造成许多这些防疫破口。周碧谦建议讲，除了做疫苗以外，应该针对长照机构来做定期的快速体检，或者是普遍体检，透过采检来找出较真的个案，嘛要减少来拜访的人客，而且拟定策略，才会当主动疫情拓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文化大学传出查甫学生的宿舍大轮馆有4个学生胃着病，学校将反对讲公家使用的卫生巾会正做防疫的空旁。台北市政府嘛赶紧成立快筛站，帮各地宿舍的345个学生来做体检哦。还未全部体检刷，也毋过已经有3个学生阳性反应了。每一间宿舍内娃拢详细消毒。文化大学查甫宿舍大轮馆已经有4位学生确诊，因为还佫伫咧学期中，还佫有345位学生留伫咧宿舍。学校赶紧向台北市政府请求援助。初一下昼，由台北市联合病副总院长郭家珍带队来场勘。跟市府的团队、民意的团队，我们就在勘场，就是在规划动线，还有我们的一个进出的管制。那同时现在主要的重点就是在造册。学校讲，市政府成立的问题紧急应变快筛小组，今日会以前情指挥所的形式，伫咧校内设体检站，为住伫咧大轮馆宿舍的同学做体检。若体检结果是阳性，会安排带入去防疫场所接受照顾。一早大概8点半就会开始进行相关的作业。那同时除了学校这边是主要的一个检测站之外呢，那也会分流一些同学，那会用防疫公车由市府来送他到下面可能到医院的快筛中心做同步的进行。那因为我们需要在1天之内把所有的同学在这个宿舍的一个状况能够都普筛完成。因为宿舍内面的已经是公家间，环境较湿。洗身躯阁无可能挂水暗，病毒有可能是自洗身躯间开始传。校长徐行庆也发校内公告，学校已经进行大范围的消毒，行政人员上班的时阵也尽量离较远离，并且希望师生大家彻底做好个人的防疫，最近度过疫情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胃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新增加372例本土病例，到前顿来有177例，死亡有12例。增加的本土病例，新北市就有310例哦，台北市有152例，桃园有28例，彰化有10例，基隆有18例，苗栗是12例，高雄有5例，台东有4例，台中有3例，新竹、台南是2例。各有花莲、各南投、新竹拢是1例哦。全台湾目前是有9389例哦，本土病例嘛已经超过8000例咯，已经是起起落落，所以观众朋友千万都唔通放任哦。
来个来看新北市祥和病院有3名护理师，和确诊者提伤哦。今仔透早，台北联合病院的仁爱院区又有确诊者提棍仔去攻破病床病院内底的玻璃哦，后来佮家己离开病院，警方伫下晡1点外伫网甲找到人咯。这个病人嘛是一个通缉犯。5月31日早起7点外，新北市祥和病院有确诊者拿刀抬伤3个护理师。事发第3天，祥和病院徛进火线，说明3个护理师的情形：一个腹肚挂裂伤，已经转厝休养；一个脚胛肚伤，紧急手术了后住院休养；另外一个正手的肌腱甲中指神经手筋断去，已经顺利接好啊。复健治疗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3位同仁除了身体的伤害之外，心理的恐惧跟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本院也启动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咨商跟协助，希望降低他们的恐惧。为了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发生，针对防疫专责病房，祥和病院启动全面的安检，警卫24点钟进驻，也加强护理站的形体改建。祥和病院谴责暴力行为，已经委请律师民事求偿。刑事的部分由地检署调查中。初二透早，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有一个确诊的姓陈病人来遮就医。透早3点半，要求开安眠药啊，情绪真激动，拿茶棍啊攻病房的玻璃，环境向前压制。这个病人竟然伫早起9点外，无经过许可随便离院。疫情期间，少年所发生医疗暴力的事件，法务部长蔡清祥公开谴责暴力，也指派专职检察官要严格侦办。法务部已经要求高检署要督导各地检的医疗暴力专责小组承办检察官了，要对于此类案件要严加追诉啊，要予以严惩。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指示警政署加强第一线执勤人员的防疫配备，也承诺防疫期间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医护甲军警消防人员，若做因公染疫、受伤还是遭受攻击，也应该予因上界妥善的照顾。也请相关部会赶紧提出相关的规划，向行政院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指挥中心昨哦，再度撤销3个离岛伫机场对旅客全面快台的公告。3个县政府虽然表示讲尊重中央，也毋过嘛是搁继续全面快台。民航局今仔开始嘛伫5个飞离岛的航空站，针对14天内底有正宗的旅客来快台。也毋过哦，因为3个离岛的政府认为台检哦无够全面，所以伊嘛是坚持对全部的旅客来快台。包括松山机场在内，5个国内线飞离岛航班的机场，拜三透早开始，针对14天以来有正宗的旅客来做快台，还是 PCR 为登记身份确认，快台到等待结果，完全拢伫通风的室外。现场另外嘛随时来消毒。虽然规个过程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不过民航局也是希望旅客提早90分钟来到机场，避免感染的危机。希望旅客能够提早90分钟来报到。那倒不是说这个流程需要很久，而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群聚，能够用时间错开。中央希望透过机场的检测，先甲可能感染的患者伫坐飞轮机进前先体检出来。不过3个离岛还是认为安尼做法毋是真正的全面体检，离岛的防疫也是有破口，所以是无听中央的禁令，继续伫当地机场对所有旅客来做快筛。金门县长杨正武透早嘛特别到机场来看这快筛过程，感谢医护人员。只要填写健康声明书，那么自己觉得没有状况的，就可以不用筛检。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这样子的一个筛检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嘛声援3个离岛县政府举行记者会，要求指挥中心遵守立法院通过附带决议，入境离岛的人要全面体检。而且你为什么答应了国会的协商结论之后，回去自己7折8扣？你是什么意思？可以这样子藐视国会、藐视台湾人民吗？郑时中部长，你可以不要干了。这边抵触了，就是在职工成立之间的一个做法啦，所以他们并没有先报备指挥中心就强制如此做，所以他们公告先撤销。面对质疑，指挥中心也是坚持地方对着坐飞轮机的旅客全面来检测是违反着传染病防治法，所以撤销3个县政府的公告，希望3个离岛会让来停止机场的全面快筛。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
桃园市的消防局去年拢总后送453个新冠病毒的病人，也毋过今年的正月份到5月份已经后送769个人哦，确诊的人就有418个。市政府是希望中央赶紧互桃园疫苗，互医护人员甲警消人员拢通行住。穿防护装备赶要出勤，桃园市消防局做新冠肺炎救护的案件，去年送453个疑似新冠肺炎的患者去病院，尾手确诊的是122个人。也若今年到5月份，已经送769个人去病院，确诊的人数有418个人。市府表示，疫情较新的高峰，希望中央甲桃园疫苗的数量保护到野。第一线医护人员资料了后，收落来嘛，互消防人员来做。桃园的额度里面还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个资源的，包括华航、长荣，包括机场的各单位，这个部分是跟其他县市有所不同。考虑就是共一个生活圈，5月初10到10，桃园确诊者有8成是有上北的接触史或者是感染史。桃园采取精准的疫调政策，扩大采检甲隔离的方案，确保疫情拖到桃园的时阵，袂伫桃园拖烧到真严重。不管是家庭的群聚感染，或者是工作场域的群聚感染。像大家关切到的酒店、移工、工厂，那这一类我们都是需要这个最大跟最快的范围来框列。市长陈文灿嘛讲，快速采检的目的是要找出稳重的感染者，也有可能有风险的确诊者，快筛阳性，也搁爱做 PCR 核酸的检测。目前指挥中心并无开放个人去药房买快筛的试剂，企业若是要做快筛，会当甲医疗机构来合作，由医师来做采检。记者综合报道。这波疫情有3个专门咧载确诊者的消防员嘛胃着病，早起消防员工作抗疫促进会就开记者会指出讲，这段时间防疫物资补充了上过万咯。伊嘛呼吁指挥中心会使设防疫巴士国家队，嘛会使征调民间的救护车，出回来投入防疫工作。疫情严重期间，开救护车的消防员伫第一线抢时间救人，再分快体阳性的民众或者是确诊者，前往病院甲集中检疫所。只要接触一个病人，就要用掉一套防疫的装备。最近用了更较侪，不过消防员工作抗疫促进会怨叹，指挥中心定想到医护所需要，加强补充病院的防疫物资，所甲因放袂记。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被卫福部遗忘，并没有根据疫情的调整来提高它装备回补的频率，反而是要不断的透过基层人员、透过记者会发声明的方式，来希望指挥中心能够看到我们前线紧急救护人员这个困境。促进会认为，防疫物资的拨补应该为即卖7天以上缩减成3天，才袂互前线的人装备底欠。另外，针对防疫马术，离防疫勤务单位服勤的代表指出，马术无冷气，因穿着防护衫，6点钟非常热，更加烦恼确诊的病人可能因为伤热热衰竭。那我的病人他得到确诊已经很倒霉了，最后我还要在这个长途的运输过程中再多个热衰竭，对，就我真的觉得病人不需要这样被对待。促进会呼吁，除了提悬物资回补的效率，嘛请指挥中心协助建立防疫巴士国家队，确保车辆会当上国道有冷气。另外嘛，希望征调民间的救护车，小常拢有救护技术员的执照，纳入防疫的体系当中，减轻第一线的负担。记者林王庆中台北报道。咱再来看政府的纾困方案，拜四会统一公布。目前劳动部向行政院提出的方案，要甲资格放零哦，无搁限讲投保的薪水爱伫24000块以下才会使领补助咯。今仔民众党的立委赖尚玲是批评讲，纾困4.0的方案无啥物新意，伊认为应该爱先排除好野人，才会使来发纾困的补助。拍拼降低疫情对民众生活带来的冲击。6月初四，中央预计公布新一波纾困方案。根据媒体报道，劳动部会甲提出方案，甲投保薪资的资格放零，也就是投保薪资上悬24000块的民众，嘛有机会当领到。不过因为预算有限，领到的人变较侪，每一个人会当领到的纾困金额，可能会比去年的3万块搁较低。不过台北市总工会理事长林国成伊讲，这是真好的做法，表示讲若是方案是真的，有真侪劳工拢真愿意。劳工要的都是万无无万救，只要有他们能够度过于眼前的困难，
他们都是很乐意。所以，如果政府能够用以路征瞻的方式，那当然，我想多数劳工都会赞成的。民众党立委罗香玲讲，纾困4.0预算一捆头个追加到8400亿，不过内容敢若亲像是老菜脯咧，拢无改进。伊认为讲，这边甲2.0迄当阵的情况无同，因为受到影响的毋是制作业，是内需业，所以讲爱伫咧排付了后来发放这个纾困津贴。几乎都在政府的3级警戒下，是被迫停业、停工、停班。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这一次纾困4.0的特别点，它应该是要放掉行业性的这种思维，进行整体性用国人纾困的概念，而不是产业纾困或者是个别身份纾困。不二个，劳动部对这个纾困方案的内容，伊无愿意证实，强调会伫这礼拜4予中央来断定，统一来公布纾困方案的具体内容，希望会当照顾到更较侪民众。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的黄酸雨分林的雨水白少，乌山水库嘛增加300万吨的水哦，目前应该会使冻到7月底。也毋过管理中心嘛提醒哦，可花嘛是还未完全解除，大家爱继续省水。这几天的黄酸雨为分林县增加袂少雨水，其中高坑、华山、草岭地区累积雨量超过200毫米，也予乌山水库对5月30开始水位渐渐升上来。这2-3天，乌山水库的水量增加超过300万吨。降雨这几天的进账，从5月30号，蓄水率29%，那蓄水量在1470万吨，那到今天已经升到了蓄水率34%，然后蓄水量已经达到1740万吨左右。管理中心表示，乌山水库对去年10月底拔田了后，就无搁落雨，在这爱供应分林地区的民生用水，大约14万吨到18万吨。这个期间水位一直落，因为这几天的黄酸雨，水库的水量才豆豆升上来。那我们库区位于斗六跟古坑的交界那引水区是在竹山统头这边那如果下雨在斗六跟古坑，我们库区可以进账一些水。那如果说下雨在竹山、古坑、草岭这边，还有梅山，甚至阿里山这边，那我们还可以从清水溪这边再引进一些水量进来。乌山水库的管理中心统计，这届黄酸雨已经替水库增加超过300万吨水。以目前的欠水量来算，分林的民生用水会当冻到7月底。不过因为欠水的危机也未完全解除，也是呼吁民众爱欠水。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负责防疫的经济大臣伫5月初呼吁讲，新冠病毒会使伫银票顶头活1礼拜，所以希望民众提钱就爱洗手消毒，唔通互钱来变做是防疫的空棒，上好买当来使用电子支付哦。今仔咱嘛要连续登记正关心金融科技的经理委，现在是台湾金融科技协会副理事长柯玉林，请伊来为咱分析目前咱台湾电子支付甲金融数位转型的进度。副理事长你好吼，咱即马大部分的台湾人咱即马目前大部分台湾人嘛是真惯使用现金哦。今年疫情真紧假，真侪民众才发现讲，咱台湾的电子支付毋是讲介普遍哦。其实咱嘛知影民间已经推动真久咯，也毋过发展哦，那剩嘛是无介理想，这是为什么咧？其实来讲过去的一档台湾即个疫情防守甲真好，毋过真可惜就是讲政府无利用过去这一档来去好好来推动数位转型，也就是讲大家生活嘛是都照常在过，变成讲别个国家已经数位转型这部分已经做甲真紧，尤其是为了推动这个所谓无现金社会、无现金社会拢用这个支付的系统来去做，已经别个国家已经进行甲真紧啦。不过变成讲咱即马要补破网。时间来讲较急速看。即马上大的问题是讲政府既然是讲即马面对这个状况，大家变成讲手伫遐咧摕这个找钱还是钞票，变成一个防疫的破口政府应该是讲伫咧即马所有那个公股行库，无就是讲国营事业，应该是率先来去响应使用这种支付系统，提供一寡诱因。来给这个民众无论是各年龄阶层呢，会当来透过这个支付的部分，会当来不要减少使用现金这个状况。安尼我想讲，
政府以身作则，推动起来应该是会较紧。咱知影讲金管会有统计讲，咱去年民间的消费唔是用现金付的，大约只有4成哦。政府之前是有发出讲，希望伫2025年电子支付会使有9成的普遍率哦。本地无啥可能，也毋过副理事长，你看讲伫这波疫情的推动哦，咱敢有法度会使达到这个目标咧？应该是安尼讲，种政府即马等于是有一个绝佳的，已经是算讲契机啦吼。嘛是讲即马咱台湾有一个疫情的危机，讲把这个危机转成契机，推动现金这个电子支付这个产业，互伊蓬勃发展，安尼是较好。即马有看到这个纾困4.0这个草案吼，有看到这个补贴各行各业一定的金额哦，比如讲3万块安尼。我想讲，这个数位转型的这个基金吼，政府尤其是金管会这部分，是不是应该会让来去加码？透过加码的部分呢，由国营事业个为迄个政府的公股行库优先来去推动，这个部分我想讲速度应该是会较紧。另外就是讲吼，即马因为拢防疫在家，拢是用线上购物，无就是这个外送，这个部分吼，其实会当透过即马的时间吼，好好来去算讲透过这个支付的部分，会让予伊补贴，会让鼓励民众，完全的不要去使用现金，予这个补贴厂商，会让少一点，就是说接触现金的这个机会。咱看最近有袂少银行的员工嘛是去挖着白，有真侪公司的股东会嘛拢改做线上的股东会哦。这嘛还是讲金融的数位转型其实是真重要哦。咱国内目前这银行的数位转型是做了安怎？咱的主管机关敢是迄态度阁真保守？是无毋对，这其实嘛是真可惜的一个所在，因为讲吼，咱台湾算讲过去这个银行吼服务真好，个大街小巷拢有这个 ATM。所以大家较袂去讲即个伫用网络银行，无就是线上银行这种服务，变成讲咱的纯网银推动起来嘛是迄个哩啦啦，咱的支付虽然讲大家手机内底拢有，毋过你去安尼房间在问，你想讲迄年纪较大的拢嘛无习惯用种线上支付的这个系统吼。我感觉即马这个时机来讲吼，应该是金管会来去全力推动。纯网银的这个业务哦，因为较早有3家纯网银嘛，而且纯网银的业务来讲，其实应该放宽个扩大也业务办理范围。比如说今嘛核销这个贷款，或者是核销这个补助的这个申请的流程，你若讲用手机个透过纯网银，个透过视讯，安尼直接来去进行，会让用手机。把这个补助的款项直接打到你的电子钱包，变成有一寡甲厂商做优惠措施，安尼用起来吼，大概是较有这个诱因去使用啦，嘛会让借机来去推动纯网银甲电子支付，无即摆这纯网银这3间其实上线以来好像大家对于它的这个使用的效率还有它的效果来讲，无讲真好，应该是透过这个疫情的中间来去好好来去推动较对。加感谢各位，互咱遮尔宝贵的意见哦。咱嘛要提醒观众朋友哦，会使莫用现金，就尽量莫用哦。若是一定爱用现金哦，嘛是爱定定来洗手，也是消毒，来保护咱家己。再来，咱再来看疫情的摊，刑事局嘛表示讲，网络的诈骗嘛增加袂少哦。伫5月份就有810件，诈骗的金额有将近8000万哦。高雄就有富人人哦，讲家己是无国界医师的查甫人诈骗，咱嘛做回来了解。那是你要转账去哪里？半暝徛伫咧 ATM 头前讲电话，这位女性的面色是真紧张。高雄旗山中大派出所的警员一个问才知影讲，电话迄边有人咧甲这位女性讲，伊进前伫网络买物件，互人扣钱做侪间，就爱用 ATM 解读。对方是谁？银行的谁？怎么这个时候叫你转账呢？警方要求女性莫照对方的指示，把现金转入去指定的口座内底，成功把这位女性的钱保掉了。另外，伫咧公山嘛有富人人险啊去互人骗钱。见过他的本人，不是照片而已哦。还没有，我们还没有。
独身的富人人徛伫咧银行的柜台头前，一直想要甲钱汇互伊的男朋友。原来对方讲家己是联合国的无国界医生，先透过面册关心台湾的疫情，甲富人人防疫。落尾佫讲有价价达8万美金的金条，要互富人人刷掉伫咧海关，爱富人人去付钱才会当摕回来。利用民众对疫情的恐慌来教导防疫，建立好感。 进而送礼物卡海关来骗取汇款。银行员警觉，佮再加上警员斗苦劝，才阻挡这位富人人互人骗钱。不过疫情当咧滚价，嘛互网络买物件的诈骗案增加。刑事局统计，网络诈骗也是骗人去 ATM 解除分期扣钱的案件，5月份是比进前加出2成，损失的金额要到8000万。嘛提醒民众千万要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 被留伫台湾的留学生、大使馆的人员，佮有进前来台湾就医的民众，伫初7要坐包机登去别留，因来先去机场来注疫苗哦。台湾甲别留的旅游气泡，目前已经先暂停，什么时阵会佮重新来开放，就要看疫情佮来评估。台湾本土疫情加悬，咱国的友邦别留5月底嘛传出头一个确诊的个案，是5月初入境的旅客，不过已经无传染力。 今嘛，别留媒体嘛报道，别留伫台湾的留学生、驻台大使馆的人员，还佫有进前来台湾互医生看的别留民众，会坐包机登去别留。按算初7就会登去到别留。留学生还佫有大使馆的人员，会伫机场注疫苗了后，才登来台湾。台湾自己现在疫苗也没有那么多足量嘛，所以可能他们的想法是要赶快把他们的学生带回去打疫苗，就是他们在帛琉之家等到有包机可以回去，他们就会回去了。 别留驻台大使表示，包机的时间也未确定，包机的乘客差不多有30个别留伫台湾的留学生，也佫有10个大使馆的人员等等。台湾别留的政府嘛，当伫协调包机飞来台湾的时阵，互部分需要来台湾互医生看的民众做治疗。 外交部我们会在我国内的医疗院所仍然有收治的量能，而且要符合我国的防疫规定，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来协助帛琉具有紧急需求的新重症的病患转诊来到台湾治疗。 外交部表示，在回零机登来台湾，先注疫苗才佫入境，爱以台票2国出入境，还佫有相关检疫的规定来办理。因若台湾甲别留的旅游气泡，目前因为台湾和别留认定是高风险的国家，台票之间的机抓暂停。不过，别留总统惠恕仁表示，只要台湾的疫情降到低风险，旅游气泡就会当佫一届重新开放。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江苏出现全球头一个有民众为着 H10N3 的禽流感病毒，虽然专家是认为会个继续烧化的几率是无介悬，也毋过嘛爱先来针对病毒做分析。目前广东的新冠疫情嘛愈拖愈严重，昨个增加24例，广州市有38个区全面封锁。 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初一证实，江苏省镇江镇一个41岁查甫人4月23出现发烧这个症头，28因为病情变重住院治疗，到尾确定感染到 H1N3 禽流感，这原来是全球为家禽类喂互咱人这种病毒的头一个。 5月28号，中国疾控中心对患者标本开展全基因组序列测定，结果呢是 H1N3 病毒阳性。江苏省对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未发现异常情况。专家分析 ，H1N3 病毒是亲源性，无有效感染予咱人的能力。进前全球也无发现 H1N3 伫咱人中间烧化的案例。这个应该是属于突发性的跨物种传播，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的风险真低。 联合国牛笼组织专家表示 ，H1N3 无算是普遍的病毒。为2018年为止的40年，敢若差不多160件通报的个案，大部分是发生伫亚洲甲北非洲局部所在的野鸟啊甲水禽身上，也无伫鸡仔顶悬验出来。有必要进一步确认是进前出现过的病毒株，也是咱无共型的新型病毒株。 专家强调，民众日常生活中避免接触到病死的家禽甲鸟仔，也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去接触到活禽。若做出现发烧也甲呼吸道的症头，爱挂喙安，赶紧就医。另外，中国广东省的新冠疫情也持续出现警报。广东省5月底出现真侪件感染英国甲印度变种病毒的病例。初2早起通报，各新增加24个新病例，包括着14个境外移入。 加10个本土案例，包括着广州是7例，佛山3例，另外新增加7个无症头的感染者，广州5例，深圳2例。
目前新增加病例大部分拢是属有家庭规定烧话，为当地5月26至6月7日，拢总体检374万人，顺利体检16例确诊。广州境内38区全部封锁，一般民众注疫苗的工作也暂停，干那温存重点行业一甲团体的医药注射。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世界卫生组织昨宣布讲，中国的科兴疫苗列入会使紧急使用的名单内底，这嘛是中国第2款通过 WHO 授权的新冠疫苗。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这回建议适合做的人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做2档，中人2礼拜到4礼拜。不过因为参加临床试验的时大人无多，唔知影对60岁以上时大人的保护力。I'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e Sinovac Coronavac vaccine has been given WHO emergency use listing after being found to be safe, effective, and quality assured following 2 doses of the inactivated vaccine. Furthermore, the easy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Coronavac make it very suitable for low-resource settings. 这回紧急使用清单是为了要让全世界各国快速摕到核准加正确分配，尤其是迄寡家己无国际标准卫生机构的国家。同时也替疫苗全球出入机制 COVAX 开大门，伫全球提供公平自有防线的机会。台湾也要参加 COVAX。另外，这回世贸国际货币基金加世界银行4大组织，希望各国领导人为了控制疫情，要公平分配有风险。Calls for a new commitment with a $50 billion rapid investment to fund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中国科兴的疫苗名叫做克尔来福，不过外界拢叫其科兴疫苗。在此之前，中国国药已经伫咧5月初7，得到世卫批准紧急使用。科兴讲，因的疫苗是传统的灭活病毒，也就是将无活药的病毒注入去人体，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有效性伫咧50%到90%，效果差诚济，也受质疑。不过，华尔街日报30日报道讲，巴西东南部的小镇塞哈纳集体自中国的科兴有风险，死亡率降低95%。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新冠病毒为了要适应环境，一直在变种。目前嘛已经有英国变种病毒、南非的变种病毒，还有印度的变种病毒咯。世界卫生组织是宣布讲哦，未来无要用地号名来讲这个变种病毒，要改用希腊的字母照牌来号名。COVID-19 疫情初期，互叫做武汉肺炎引起歧视嫌疑。即马世界各地发现无共的病毒变异株，为了求方便，定以发现国做病名，赶快引起争议。世卫组织5月31宣布，将以希腊字母来叫各变异株，避免特定国家互污名化。举例来讲，英国变异株 B117改叫 Alpha， 南非变异株 B1352改叫贝塔，印度变异株 B16172改叫 Delta， 另外一支 B16171改叫卡帕。不过世卫强调，科学界有缘继续使用像 B117等代号，因为其中包括突变资讯。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pandemic is the lack of sharing of data, information, pathogens,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因为讨论顺利，5月31提前结束。会中讨论决议，将伫11月搁召开特别会议，到时将制定大流行国际条约，讨论安怎提悬资讯透明共享。此外，疫苗是会议中的一大重点。世卫支持非洲、南美洲甲南亚国家伫当地生产疫苗，来解决供应量不足的问题。The structural inequity in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life-saving medicines, vaccines, and diagnostics impedes access to medicines. 虽然美国政治支持放弃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以加速疫苗分配，相关进展有限正有限。那南韩、英国等10个国家伫世贸组织协商时表达议论，对下面的范围甲下面的期限，各方也意见无同。离协商要有结果，恐惊还阁真遥远。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目前咱全国是3级警戒哦，也毋过伫中华，所有人找朋友拍麻将，搁伫网络直播。虽然哦，室内无超过5个人，也毋过嘛是违法，全部拢甲因送卫生局去处罚。
警方来到中华县花坛乡的一间透天厝客栈，对厝主拍开1楼的房间，发现内底毋但有4个人正咧拍麻将，搁伫网络直播。桌仔边仔是搁菜真济摄影机。因为无正当咧实施3级警戒，厝主是甲警方强调，因只是伫网络做教学，并无违反防疫规定。我们远警到现场，那个直播主出来开门，那里面有4个人还是持续在打麻将。那虽然他们是口论说有超过5个人。警方表示，民众检举有人伫网络直播拍麻将，查到一个60岁姓陈民众找4个朋友到厝里拍麻将。虽然现场无超过5个人，桌仔也有菜亚克力架板，嘛拢有挂喙暗，不过也是违反防疫规定。这个非同住者的室内非必要的一个社交聚会，一律停止。然后危害到别人，也会危害到自己，更会危害到家人所以我觉得这不太行。打麻将就是互相会接触到，就是现在不是说不能群聚吗？民众也拢认为防疫期间群组拍麻将搁直播实在是伤过含糊。警方经过调查，甲姓陈的厝主等5个人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和保卫生局处分，相关会当罚30万。警方也搁一摆呼吁民众就要配合防疫，避免无必要的接触。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东大门夜市的打商哦，已经暂停营业超过半个月了，日子仲要过袂落去。伊希望县政府会使定出条件，互因会使做生意哦，看敢是外送还是安怎。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先维持停业。花莲东大门夜市为5月16休困到今，拢总392间的摊全部拢禁止营业，差不多有70%的摊是做食的，即嘛完全拢无收入。希望县府至少会当用有条件的方式开放营业，互因会当像市区的店头同款，互人可以包顿去食。应该让他开店，然后客人来用餐干嘛，那买回去嘛，让店家有一个生存下去的空间嘛。县府是不是可以开放外带，让那个外送业者可以进来？但是在不影响防疫前提之下，也没有开放一般的游客进来，这样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计。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为了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较会有人丁群聚的所在，亲像夜市都要暂停营业。目前疫情还搁伫咧3级的警戒，所以无法度开放。不过已经无受租金来降低返来压力。在目前这个防疫的这个规定以及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考量之下，目前我们可能需要呢。回到2级，甚至降到1级的时候，我们才会来考量。不过有管辖私底下表示，县府虽然无收租金，不过厝主也是照收。针对这点，县府表示，若照规定，夜市也是袂当有第2个厝头家阁收租金的行为，若收接到检举，就会严办。记者综合报道。传出代课中心伫4月份电脑互骇客入侵，明年的新型学测失败有2000外的考生的报名资料外漏，目前嘛已经交予司法机关来调查。代课中心除了要防止疫情，也要防电脑骇客，所以就考生接到代课中心的通知，讲个人的报名资料外漏，教育部也证实这件代志。原来是7月底办的111日新型学测试办考试，考生个人资料外漏。有不明的人士，透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进入整个报名系统。那有一些学生的资料是有被浏览，我们初步大概是我们查的结果是在2000笔左右，那占当时资料库系统的报名资料的2.76%。这是代课中心第一遍互骇客入侵，专案已经送司法调查，代课中心已经实施紧急的应变措施，进行系统调整，强化自通安全防护。同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免再发生这种代志。那我们也依照个资法，在今天有通知相关的当事人。那另外也依照自动安全事件通报跟应变办法，有进行相关的通报跟损害的复原。代课中心强调，这边的代志甲7月初3到初5要办的指考是用无同的报名系统，所以指考未受影响。考生会当放心。教育部也讲，已经要求代课中心详细检视今年指考的报名系统，要确保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货运的生意上过好，大塞车，所以对今仔开始有几啊间货运行暂停送货到北部的县市。台南山野长的大出，农民就真烦恼，讲货会送袂出去。另外，屏东有海鲜业者嘛，赶紧家己去调车，家己送货到北部。
农民今日去山野园，把教训的山野挽落来，准备要底箱仔配送出去。不过最近民众拢伫咧处理冷藏配送货品大大增加，物流业者也打头重。业者通知农民6月初1到初3暂停收要送到北部的货，而且唔免冰的也无要收，这呼吁这农民是真烦恼。因为高温又干旱造成我芒果的那个中小果偏多本来就无好卖即摆物流个用的阮的一寡这果农的生计，我觉得会出问题。既然请去到北部，咱赚无到遐钱，咱是讲若伫南部，会当较济咱订，咱就会当较紧消找。这嘛是无赖啦。虽然讲暂停配送直到初3，不过山野还未到大出的时间，农民为着要分散市场，个配送通路是愈来愈济，也愈来愈早，因是惊讲日后会搁再发生，也着爱量早找替代方案。同款的状况出现伫屏东海产直播主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网络业绩起一杯，却当着配送运转出问题，干来会当叫车自己来送。我们在双北县市双北，我们有成立临时的驻点，有派专车去帮新北双北的朋友去亲自送到。目前全国是3级警戒，影响全台湾的店家做生意。即马民众唔出门，仅靠网络买物件，物流配送也拢会延长时间。希望疫情稳定，回到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也毋过愈来愈侪少年人投入相关的行业，也是用创新的方式来服务老大人。今仔暗时10点青春咱的网节目特别来看少年人是安怎来发挥创意，和老大人会使来享受生活。咱做伙来了解。根据国发会的资料统计，台湾伫咧2018年进入高龄社会，面对老人人口增加，红牙出世的人口减少，台湾社会敢量早准备好势啊！对咱的镜头来台中，有2个少年查某囡仔，以创新设计服务社群。因伫咧和平区达观部落，看到当地高龄化的人口结果，和部落有社会负担，因转开始伫咧社区做服务，希望带动在地老化的计划。我比鸡排还贵。我有产值。无同款时代的人，拢有因可能较适合的生活方式。伫咧和平，就是阮真正家己落来做伙做，透过阮的双手来到这个社区，了解这个社区的文化、生活、是大人去甲因合作伙。一开始拢是一寡就单纯的想法，慢慢就发现讲，这件代志原来对家庭关系嘛有斗相共，对环境保护嘛有斗相共，对啥拢有好处。既然好处遐济，咱就家愈做愈大。伫咧部落实践在地老化的梦想，虽望还有一段路要行，毋过伫咧台中山落，也有其他的民间团体学国外成功的案例，开创亲像亲人住伫咧共间厝内的居住方式。希望大家拢通了解二地居住的意义，会当找到一个所在，好好啊养老。希望讲因真正会使找到一个所在，是因真正退休了，还是因对于人生的后半场，会使做因家己的所在。不管是伫咧家己的徛家在地老化，或者是刷到新的环境，开创异地居住的生活，只要选择一个适合家己的生活方式，拢会当互咱年老的生活趣味、有尊严，佮有愿望。记者综合报道。斯里兰卡的西部外海之前有一台新加坡的货轮爆炸，船顶的化学物品拢流入去海里，其中是有真侪塑胶原料，严重破坏着海洋的生态。消防船对着也咧清烟的货轮一直抓水，进入降温。斯里兰卡西部的内贡博海部外海5月下旬发生火烧船事故，一只新加坡级的货轮珍珠号载满数百吨化学药物甲大量的G2C颗粒，突然伫离海岸10公里远的所在爆炸着火。මෙහි ගින්නේ තත්ත්වය කලින්ට වඩා වැඩි බව තමයි පැවසෙන්නේ. විශේෂයෙන්ම මුල් කාලයේ ගින්න තිබුණේ නෞකාවේ ඉදිරිපස ප්‍රදේශයේ. නමුත් මේ වෙනකොට සමස්ත නෞකා පුරාම ඉතාමත් විශාල වශයෙන් ගිනි දැවුළු පැතිරීමෙන්
货轮爆炸了后，斯里兰卡当局紧急派出消防船，附近的印度海警也有消防飞机协助拍火，大火由来是烧几啊天，才得到控制。船顶25名船员伫事发了后，全部获救紧急撤离。只是船顶载运的化学物品加制造塑胶袋主要原料，据医师考虑，随着大火烧了了，也是流入海中，造成当地史上上严重的海洋塑胶污染。当局烦恼，一寡塑胶粒仔加火柜碎片可能造成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目前也发出警告，爱居民唔通去吸到相关物品，交互士兵清理。目前，这寡塑胶粒仔若是破坏烟火效果，还阁陆续出现，互海洋动物食落去，出现鱼类、海鸟甲海龟死亡的事件。当局目前已经禁止渔民出海掠鱼，受影响的渔民达到7000多人。根据调查，这只货轮机自11号开始，就出现硝酸货柜外泄的状况，敢是有人为疏失，甲相关环境生态损失。斯里兰卡政府表示，拢会向新加坡的船公司要求赔偿。公司新闻单启动编译。来看南美洲的阿根廷哦，因为疫情佮压起，无法度主办美洲杯的脚球赛咯。另外，秘鲁的官方哦，等于校正染病死亡的人数，说一口气就出现真大量的死亡案例。阿根廷脚球国家队长梅西带着球员展开例行训练，替将要到的美洲杯做准备。不过，因为阿根廷确诊病例数增加，南美脚球总会决定要取消阿根廷的主办权。Con tantos casos no podíamos nosotros llevar adelante una organización de un campeonato de estas características. 原底要共同举办锦标赛哥伦比亚，是因为国内反政府示威陷入动乱，和南美卡总取消资格。即马已经确定由巴西接手举办。不过当地民众认为时机无啥妥当。Não deveria ser feito em lugar algum, né? Mediante a circunstância mundial aí de saúde, questão de coerência, né? A vida é mais importante do que um jogo, do que futebol, entendeu? 疫情继续冲击南美洲，伫秘鲁官方重新校正统计标准了后，上周累计死亡病例数一群翻倍，增加到18万。这也使得秘鲁人平均死亡数变成全球第一，平均每300人就有500人着病死亡。国内只有1%的人自愿第一档疫苗的委内瑞拉政府最近宣布，7月将为 COVAX 出地500万档疫苗，未来将陆续收到1100万档，会当予全国总人口的20%注疫苗。当局即马已经积极建立疫苗注射站，予高风险族群甲医护人员。率先来自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仔台湾各地各有平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到了的北部，各有东北部，甲其他的山区哦，嘛有机会会落雷公雨，甚至雨会落真大。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